你可能都試過上網排出自己嘅命盤，見到成堆字一頭霧水，完全唔知睇乜嘢。又或者聽過紫微斗數，但覺得太深，唔知點樣開始。如果你都有咁嘅感覺，你可以試下紫微解讀學院最新推出嘅如何看懂紫微斗數命盤6日挑戰班，無需背景，唔使死背，每日只係需要10幾分鐘就可以學識點樣睇命盤結構，了解14主星嘅意義，用安星法排出命宮、身宮、12宮位、長生12神，以及點樣起大限、五行、天干地支，乜嘢係三方四正、六合同埋四化。而家登記仲可以免費試第一堂，覺得合適先至解鎖6日課程，全課程只係港幣99蚊。你會發現紫微斗數唔係迷信，係一套有邏輯、有系統用嚟了解自己人生方向嘅工具。如果你都想真正睇得明自己嘅命盤，唔好錯過呢6日挑戰，即刻 click 下邊條 link 免費登記第一課。